这昨伫咧宜兰落大雨是落甲真惊人，那造成宜兰市区路里隆中严重淹水，就连车头的大厅嘛拢在漏水。因那公路局昨暗时紧急来预防性封锁苏花路龙部分的路段，目前是已经恢复通车，不过提醒民众，若是要去山区，也是要特别细腻。 这雨未输是用倒的，宜兰地区拜是暗时落大水雨，短时间内互排水系统下袂利，市区真侪车路拢有严重的积水，上深是来到骹目。毋但是宜兰市区，就连罗东、苏澳嘛同款落大水雨。毋但是路面开始积水，公车驶入站的时阵，地面的积水阁亲像河同款。 毋但是街仔路，宜兰火车头大厅的天棚嘛，因为挡袂牢，开始漏水。工作人员赶紧搬水桶来接水，而且救封锁线，避免旅客因为积水出逃。初五下晡5点外开始，永乐站甲苏澳新站之间，敢来当单线双向通车，部分车帮也有慢分。受到华南喷雾区刷向东的影响，宜兰苏澳地区初五要暗仔开始落雨，地势较低的所在传出积水的灾情。气象署表示，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。 水汽集中在咧甲方面的地区，因为明然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主要雨区是以迎风面整个北部、东半部到恒春半岛为主。那特别留意是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，雨势较持续明显，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。 大水雨同款冲击山区的交通，因为苏花路龙雨量有达到封路的标准，能见度也真低。公路局初五暗赶紧实施有警性封路，台九线好林到中德路段禁止车辆入去，避免意外。159.4K 大清水明磅坑有石头绑落，虽然后来雨势有较缓和，饭店已经恢复通车，也毋过山区土质和雨水浸甲软软，民众经过的时阵也是爱真细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